玉他，我说你怎么才来呀？等你半天了。装好了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跟他说，先验货。我要验货。怎么样？绝对保纯，我自己家种的。要不要先尝尝？不用，多少钱？老价钱啊。陆光，你实话告诉我，这真是我想的那种东西吗？你想要提前知道吗？算了，你不说我也知道。我直说啊，这个人渣还真是五毒俱全。